这个太这个玩意儿没吃过。哎，俺们真是这家。啊？哦。这个太难了。这个什么呀？这个撒满地了，不过这几年人们的观念变化有所在，没人。
앉아, 앉아.
那不在一个空子来着，啊，这就没事嘛，不你吃八十，赶紧把你拖上，比分这起码就赶紧嘛就10分钟嘛，比方说，比分这3嘛就赶紧嘛是干什么了？这么问的嘛，这个不在一个班上嘛，就是可以这叫啥子的？大家。
It's very high, but you know, everything is like now it's this high, you know. So. Alright, then let me know when you get if we can go with
现在要是有这么着走的话，
아,